平安，我是平安，平安，平安。好，平安，等我一下哦。好，咱今仔日要来看第二章啦吼。好，来，咱先来祈祷。请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伫过去的即几工的中间，你的保守，也将你赏赐真大的雨雨水来润泽阮的土地。阮也恳求你继续来带领保守阮教会建堂的工程伫这爱做的即个进程的中间，拢有你助你特别的看顾甲稳定也做伙来组织，要来用出来及第二章做伙来查考，也看见助你伫即个以色列人真艰苦、真困难的即个时期，你怎样来使得你的稳定来带领以色列人？阮伫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你弟，也阮会当明白你的教示，祈祷靠主耶稣叫圣名求，阿免。好，出来及记第二章咧记载最主要的开始咧记载着摩西特别是摩西出世了后的代志吼。伫今仔日的经文基本上有分几个段落啦吼。摩西的出世啦，甲伊即个40岁进前伫埃及的生活，以及伊去逃走，去到利米甸的旷野来建立一个家庭吼。差不多记载到遮啦吼。后一章才开始会去讲着摩西受呼召的代志吼。好，这个讲义我较早就互咱啦吼，所以我毋茫恁有先看过安尼吼。这出来及对第二章的第1节一直到6章这个所在，圣经学家解说做定义啦吼。这是一个逃亡的准备的期间啦吼。逃亡的准备的期间，就是包括着摩西的出世伊伫40岁进前伫王宫内底的成长，受的军事的训练，一直到伊逃走去到伫米甸的旷野，伫遐对信仰的准备，甚至甲伊是第3章了后受呼召，倒转来甲法老王咧伫遐咧谈论即个中间咧讲，互我的百姓离开，这拢是一个准备的期间啦吼，准备的期间。这大概是这段落吼，咱大概知影伊甲伊分做安尼啦吼。好来对第2章开始，就是对摩西出世的故事开始讲起啦吼。然后有讲到伊的成长伊到逃难到米甸的旷野第3章就开始讲到拄着这个浑然不悔的上帝，因领受着上帝的呼召，甲倒转来甲法老王谈判吼，拄则咧讲的这段落对第2章一直到第6章30节这个中间吼。咱头起先来看第2章的第1个段落，就是记载着摩西的出世。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圣经一开始就甲咱讲这个摩西所出世的这个家世啦吼。伊出世伫这个利未的支族吼。咱知影利未的支族一个真重要的背景，就是利未的支族是一个祭司的支族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摩西伊是伫祭司的家庭所出世的。若安尼祭司的家庭所出世的，伊本身这个祭司的职分就已经真清楚
伫咧吼，伊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啦吼。当然咱看伫路尾摩西所咧做诶代志，伊毋是干那伫即个祭司的职分尔定，伊也有政治的领袖，伊也有即个宪法的颁布者吼。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嘛迄种先知的职分伫诶身上啦吼。不过对出世的系列来讲，伊是利未的家族吼，伊利未的家族。伫圣经伫即段的中间，敢若讲着伊是出世伫利未的家族，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无讲着伊的老爸是啥物人，伊的老母是啥物人，拢无讲吼。一直到伫出埃及记第6章14节到27节的时阵，有讲到摩西的即个家世吼，即个家世吼，甲阿伦的族谱的即中间啦吼，嘿，好，出埃及记第6章20节甲咱讲吼，摩西老爸暗兰带伊的阿姑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暗兰来活137岁，是利未的孙仔吼。伫即个所在，咱就知影讲，伊这利未的即个支族是对倒位来的？对阿伦来吼。阿伦的老爸就是暗兰。这个暗兰是利未的孙。利未就是伫即个咱咧讲即个利未的即整个的家族。就是将来伫因遮来做祭司的一个支族吼。伊的老母约基别拄则所读的经文就咱讲讲，即个约基别是暗兰的阿姑啦吼。伊即个18节、19节遮有来讲伊的即个身世吼，身世。咱就知影，暗兰伫遮吼，暗兰。咱知影讲，即个摩西甲伊的太太的关系伫遮。即念伊咱会去讨论到即个部分啦吼，就是讲，真早前犹太人真追求血统的顺啦吼，血统的顺。即种会造成一寡问题伫个，咱念伊会当过来思考的啦吼。好。所以，咱看讲，伫即个所在看见，伊经文甲咱讲真清楚，老母是即个老爸阿姑吼。好，了后第2节就讲到伊生一个囝，真古锥的查甫囡仔，但是伊毋是大囝，因为顶悬阁有一个哥哥阿伦，抑阁有米利暗。但是咱注意甲看吼，伫旧约的即个记载中间，基本上拢用查甫做较重要较重要的记载吼。咱看见伫即个经文内底吼，我看卖好，伊是咧，伊走来走去吼。因记载的方式是用男的做主体尔定吼，用男的做主体尔。咱看见讲，伊有一个哥哥，伊有一个姐姐吼。伫遮有讲伊生了真古锥。中文的翻译讲是伊真缘投吼，真水。其实伫原文的意思是咧讲到迄个摩西生出来是好的。即个好的，甲创世纪上帝咧创造的时阵所讲，上帝看伊是美好，即个好。是共一个字啦吼，是毋是用安尼咧表达讲摩西是伫即个上帝的安排内底，上帝看做好的一个所竞选的人有可能有即个意思伫咧啦吼。好，伫圣经的内底也看到讲，遮有一个三伯，咱前面有大概小可讲着吼。三伯伊受交代。爱甲即个以色列希伯来人生落来囡仔来甲伊用互死，查甫的爱用互死。但是
这个三伯伊无照法老王的意思，伊敬拜上帝，所以伊就留存这个查甫婴仔的命但是法老王就感觉奇怪吼，已经命令讲咱甲查甫婴仔来杀死是安那因佫愈来愈强盛啦吼，就掠去问啦，伊就讲伊彼个人的妇人人真勇壮啦吼，阮若袂到，因就家己生产啦吼，因就家己生产。这是接生婆伫整个的这个中间，伊无甲法老王配合去杀死这个查甫婴仔。摩西生落来了后，咱应该是安尼讲吼，是安怎摩西佫无代志，摩西才有代志。真有可能摩西佫出世的时阵，法老王迄个命令还袂出来，一直到摩西出世迄骹头法老王就命令这个三伯爱甲这个查甫婴仔来这个用互死吼，互伊治水安尼吼，所以咱知影一个婴仔要出世，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啥？婴仔出世了，一定要互哭啦吼，哭表示伊有活地，哭表示伊的这个肺活量无问题，哭表示讲这个婴仔伊真有可能过来得真好，会当生活。是无哭咧，足奇怪啦吼！伫医学上感觉真奇怪吼。一个出世的囡仔去互创3个月，拢无哭声，这嘛会当讲，敢若讲这是神迹啦吼，上帝的保守啦吼。但是过3个月了后，囡仔愈来愈大汉，伊的老母会感觉讲无法度搁甲伊创咧吼，因就想办法啦吼。无法度创就爱甲摩西来流放去到尼罗河，因为因住的所在是住伫尼罗河的即个东边吼的即个流域啦吼，的即个区域遮吼。伫因的尼罗河来讲，基本上是一个生甲死的所在啦。伊尼罗河的泛滥吼，会造成即个土地真肥，会当生产真济。但是因为河水若淹起来嘛，有可能会淹死。伫当初时来讲，甲囡仔放水流是一种当初时咧在做的一种方式啦吼。就是讲，互因安尼流去吼，毋知会活会死吼，都毋知影着甲放水流去安尼吼，这是当时时的一个风俗吼，一个风俗。但是当因无法度搁甲藏起来时阵，因就做一个篮吼，然后甲摩西放伫个内底，而且因顾伫个边啊，特别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伫迄个边吼，咧等待有即个得到性命继续的即个机会，无安尼啦吼。好，伊用的草会通讲是寒芒草的一种啦吼，但是这是一个水生的寒芒草。咱台湾的足侪的寒芒草，你讲像讲伫即个擎天岗迄个寒芒草，伊就较毋是伫水边，但是基本上寒芒草需要的水真济啦吼，所以你看迄个擎天岗遐就是拢分布啦，雨水真济的所在吼，大多数拢伫迄个溪口吼，有山坡的所在吼，也是有烂土的所在，就会生即个咱咧讲的寒芒吼，咱讲寒芒吼，蒲草吼，蒲草，我念伊读一个图互咱看啦吼，当初时即个草，伊有小可。敢若有风水，佫有即个真润啦吼，毋是切切真润，会当做做材料，创啥？做轻的船啊，吼，做轻的船啊，因会当来驶安尼吼，全世界呢，即种的草大概有600几种吼，但是嘛无拄拢共款。生做共款，还是讲伊的花拢共款，拢无共款啦吼。连伊互咱看的大概是就是伫即个埃及即边的草，伊的花甲咱所知的即种寒芒就无共款啦吼。所以伊润度有够，无介容易断，
啊会当编做一个篮啊，特别会当做咱像轻的船啊安尼吼。好，咱来看吼，这个就是伫埃及遐的这个草啦吼，水生的植物吼，你来看下骹就是拢水啊有烂土安尼吼。好，原文的这个字呢，伫翻译顶悬叫做 ark 吼，就是方舟啦吼，就是大船啦。那照伫创世纪咧讲的那阿的大船这个字，就是上帝伫这个大的灾难中间所想出一个救赎的工具吼。方舟吼，就是咧代表上帝的救恩啦吼。伊伫圣经的原文底写这个蒲草箱，也是讲蒲草盒子吼，嘛是用这个方舟共款这个字吼，共款这个字。为着要互伊更较风水更较好势，所以因会用担仔架也是马架吼，来甲伊固伫咧外口来做风水铲吼，来做风水铲吼。所以摩西婴摩西3个月安尼就囥伫即个内底吼。这是当初是做试因的一种做法，我最后讲的，这有当初是有即种的文化。但是伊的老母甲伊的这袂放心，嘛迄讲无放弃，所以伊甲囥下了后，无单单真正来放水流去吼，伊就秘伫遐，就看讲有人甲捡去无吼。这个就是咧描写当初时的一个情景啦吼。摩西就去互这个法老的查某囝来甲伊捡起来吼。这是这个图应该是咧描写讲伊的老母甲伊的姐姐甲伊囥伫这个草仔坑仔内底，要甲伊放水流安尼吼。了后这个法老的查某囝吼，则看到伊安尼吼，就感觉会真古锥吼。圣经头起先咧讲，这个摩西出世生了真缘投真水，有这个意思，就是讲很讨喜啦吼，很讨喜吼。伊的这就倒手边这个米利暗就出现吼，就出现要介绍尼母啦吼，那面会佫讲到这个部分吼。好，所以囡仔的大姐米利暗伫出来记记15章20节才提起着伊的名。无进前拢讲，干那伊的姐姐安尼尔定吼，敢若像伊的老爸母共款。拄开始伫第2章嘛无讲因啥物人，到第6章伫迄个族谱中间，咱才知影讲伊是啥物人安尼吼。因伫迄个所在伫看，表示因无放弃，佫有机会伊会当存活落来吼。法老王的查某囝。咱无法度知影到底是倒一位啦，因为是毋是法老王是倒一位，咱嘛无法度真确定吼。大概会当约看伫倒一个世代安尼尔定吼，但是咱无法度真确定吼。但是对咱来讲，毋是介重要啦吼。照着考古学圣经的考古学的研究，就是讲当初时的人比较社会地位较悬的人，因拢会去到伫尼罗河来洗身躯啦吼。这个嘛毋是干那伫出来记记咱看到，伫尾后咱看到乃曼将军，伊规身躯生太哥病，伊三甲讲，你着去约旦河洗。伊讲阮国家的河敢无比恁较清气吗？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这对于当初时古早时代来讲，对遮个较有身份地位的人来讲，伫河内底洗身躯是一种风俗习惯吼。这个公主要安怎知影讲迄是希伯来的人的囡仔？吼，伊一看知讲这希伯来人的囡仔，为什么？因为其实埃及人袂安尼做啦。埃及人因着自由嘛，因是主人嘛吼，所以因无这个问题。会甲囡仔来用事，也是甲放水流的，基本上就是希伯来人吼。虽然因生了真非常共款，但是因着对迄个因的生活甲伊会做这项代志的人来讲，基本上是
袂有即种情形伫埃及人来讲，会放水流的基本上就是希伯来人。而且伫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出世的时阵，第8天拢会行割礼，但是咱注意吼，即个割礼伫遮是无成立的啦吼，有人咧摇吼，咱若准去看到摩西受到上帝的差派，要倒转去埃及的时阵，有上帝使者要甲杀，因为伊无受割礼吼，伊一世人拢无受割礼吼，尾也是因为伊的囡仔割礼。迄个花伊的太太甲伊摔伫身躯顶吼，这我写伫遮，互咱去看，互咱知影有个人伫译的时，咧讲的时，伊无甲圣经全部去甲伊思考起来吼。好，另外呢，埃及人无有弃婴的问题，咱拄则讲的吼，只有希伯来人才有，因为因袂当甲即个查甫婴仔来留落来吼，只有安尼啦吼。伫即段的记载中间，咱若看到摩西真正是有足有勇气吼，一个受统治的一个查某囡仔，伊敢去甲即个法老王的查某囝伫遐来甲伊讲，我替你找一个尼母吼，这是安怎讲需要勇气？因为照着命令来讲，法老王已经讲希伯来的查甫婴仔拢爱死，这真明显。伊若出现，就是迄个婴仔应该是因兜的嘛吼，也是讲伊熟识的吼，所以伊必须要有勇气，才会当去面对这样代志。若准讲，法老的查某囝心较寒的，当掠起来，甲处刑嘛有可能啦吼，嘛有可能。所以伊自告奋勇来讲，要替伊找一个尼母的代志吼。是安怎爱伫希伯来人中间找尼母？因为上好找啦，所有的查甫婴仔拢爱杀死，所以有足侪妇人人拢生产了后，无对象通好饲奶，所以基本上伊要找伫希伯来人中间去找尼母是足简单的代志吼。咱知影讲，这个囡仔起来，这绝对是希伯来人的囡仔嘛吼。这个希伯来人的查某囡仔就走出来啊嘛吼，所以这希伯来人的这个查甫婴仔，我拄则讲过，拢爱杀死嘛。所以妇人人中间有足侪有即种称做尼母的条件的人吼。过来，这囡仔是希伯来人，找希伯来人来照顾，当然是一个较好的一个选择啦吼。但是较特别的是伫后壁第7节到第9节写所讲的吼。伊这段去找伊的老母，这想当然啦吼，一定是安尼嘛吼。但是呢，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啥物货？甲伊讲你抱转去饲，抱转去饲是摩西伫长领进前，拢伫伊家己的家庭，吼，伫伊家己的家庭。而且呢，这个法老的查某囝讲，我会甲你付工钱互你，吼。这足趣味的一个情形啦，吼。好，咱来看讲，希伯来人囡仔饲奶通常放伫身躯边，饲人奶饲到5岁至7岁，平均起来差不多拢5岁左右，才断奶啦，吼。因毋是干那饲囡仔尔定，希伯来的妇人人伫养饲婴仔大汉的这中间，有一个足重要工作，就是甲伊教育。这影响摩西一世人的自我认同啦吼。好，教育足重要吼，咱会当用另外一个人物来讲啦吼，就是撒母耳的老母汉娜。伊安怎甲伊的先生讲？伊讲，这个圣经的记载，撒母耳上卷第1章22节讲，毋过汉娜无要甲因做去圣殿，甲伊的丈夫讲。听候囡仔断奶，我才带伊去献互上主，一世人带遐。断奶，咱若准5岁来讲，伊就会当带伊去伫圣殿，伫遐一世人来服侍上帝。伊无可能拢无甲教，吼，袂当一个囡仔戆戆，就去遐讲要服侍上帝，所以伊会甲教，吼。咱若搁甲即个场景扭倒转来伫摩西的身上，咱伫第
第二章就会当看到啊吼，就是第二段要去讲到的下部分，对11节开始。摩西伊出去巡视的时阵，伊所要看的，毋是咧看讲阮的国家埃及去即个측窗去了有好势无？圣经记载讲，伊是去看伊的兄弟，伊的同胞希伯来人。伊即种的认同，若无是对细汉长领进前，伊的老母就甲教，真困难啦吼，真困难。因为伊一旦入去伫迄个埃及的皇宫内底，埃及的皇宫绝对袂甲讲你是希伯来人，是恁兄弟，吼，伊袂安尼教吼，袂安尼教。好，摩西的名，法老的查某囝捡起来了后，将即个查甫婴仔来号名叫摩西，意思是讲，我对水内底甲伊救出来，吼。上帝对水内底甲摩西救出来，透过法老王的查某囝的手，吼。咱看你讲，伫即段的记载中间，咱有看到足特别上帝的作为啦，吼。照伫法老王的法律来讲，这所有的查甫婴仔是拢爱受害死的。但是上帝却透过法老王的查某囝，互摩西的成长不但变成做即个合法的。我拄则讲讲，当米利暗出现的时阵，去甲法老的查某囝讲，我甲你介绍一个尼母，这个尼母出来了后，伊就安那，伊就讲你甲我带转去饲，所以原本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是袂当生存的，爱死。但是即个时阵，摩西藏袂牢，就爱放水流，去互法老的查某囝捡着了后，变做伫因兜来成长大汉，被受着养饲，是受着法老王的法律，法老的查某囝的身份来保护着的。非法变做合法，吼，这是足奇妙的作为啦，吼。过来咧，咱若准讲用摩西哥哥来讲啦，吼，阿伦出世了后，伊要大汉，就爱摩西老爸老母爱甲付钱嘛。结果即摆毋是呢，自费变做公费，吼，饲家己的囡仔，搁迄个法老的查某囝付钱互伊，敢若政府有补助安尼啦，吼。育婴补助安尼吼，这是上帝足奇妙、足趣味的一个做法。水，咱拄则开始的时候讲吼，水会当帮助生长，像特别是这个尼罗河附近，这拢是烂土，水饮了后会当互这个土地较肥，会当种植。但是水嘛会当淹死人吼这尼罗河对因来讲是咧杀死伊要来的查甫婴仔，但是对摩西来讲，亲像迄个法老的查某囝所讲的迄句话，我对水中甲伊救出来，是伊得救的地点，吼，伫伊得救的地点。好，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的11节到15节，摩西的流亡当然要流亡之前有一段故事啦，吼。摩西大汉了后，安尼讲，摩西长领了后，就等于伫王宫内底，成做法老王的查某囝的囝，所以法老王的孙就对啦，吼。伫迄个所在来长大，吼。几冬吼，伫出埃及记嘛无讲啦，吼。但是伫使徒行传第7章23节安尼讲。摩西满40岁时，想要去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的同胞。伊看到一个兄弟互埃及人欺负，就去甲伊保护，拍死迄个埃及人，替伊报仇。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要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但是因并无了解啦，吼。这是咱所看到，伫咧伊的认同。甲伊所做的代志，好。使徒行传第7章讲即句话的人是叫做司提反啦，吼。司提反所讲的即句话，正确一半尔定啦，吼。
摩西满40岁，但是咱会误以为摩西伫埃及的王宫大汉40当久，其实无吼，应该是30几当尔吼。咱拄则讲，法老的查某囝甲摩西交互伊的姨母，伊家己的妈妈，伫伊家己的厝照顾，一直到长龄吼。所以咱大概爱小可甲厘清者，知一下安尼吼。好，王子啦吼，就是第一像咱所讲的，法老王派督工去加重希伯来人的工作。这个督工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有王子的意思，就是讲可能当初时的王子吼，个另外一个这个摩西的兄弟啦吼，伫埃及的兄弟伊嘛是拢咧做这个代志吼。摩西就是负责这个巡视这个工场咧起造的这个王子吼，伊是这个官啦吼。所以希伯来同胞的这个自我的认同，对于圣经的角度来讲足重要。对摩西来讲，颠倒是伊的一个咱咧讲伤害啦吼。所以摩西伊负责督工，但是伊的心内底却是足清楚、足认同，这的奴隶、这的劳工拢是伊的同胞、伊的兄弟。所以这个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5节讲，对信摩西中代以后，拒绝人甲伊称作埃及的公主的囝，伊较爱甲上帝的子民同受苦难，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仔久的快乐吼。这是希伯来书回头咧看这段记载的时阵写的一个结论啦吼。好，所以咱来看讲这个督工。伊对这个希伯来人，基本上伊是应该爱管理、爱甲欺压吼，所以你看埃及人就对这着欺负，甚至拍到要死去安尼，所以就来徛伫希伯来人这边，因为伊认同希伯来人是个兄弟，来出手拍死这个埃及人吼。伊的心内想讲，我安尼吼，来帮助恁，恁应该会接受我对吼，但是无拍算吼。过工伊看到2个希伯来人相拍，伊就出面来甲伊阻止，结果迄个希伯来人就安尼甲讲吼，讲什么人你叫你做阮的这个长官啦吼，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伊讲，隔日伊看到2个以色列人伫冤家，想要甲因调解，讲朋友恁是兄弟，那伫互相伤害吼。事实上，这个人吼，伫欺负人的人吼，甲摩西吵开讲，什么人任命你做阮的头人，做阮的判官，你嘛要刣我，亲像昨昏吼，刣死迄个埃及人共款嘛吼。所以这项代志对摩西来讲是颠倒是个重伤的所在吼，伊受被质疑啦吼。首领这个字，甲迄个王子嘛是共一个字啦吼。当然，咱来讲领导者，也是讲政府官员，基本上就是迄个职务啦吼。首领咱知影督工的责任就是咧甲因督责因咧做代志，但是嘛要互因真好的一个生活的条件。通常拢是伫迄个所在来甲因强迫吼，来甲因强迫压制吼。这种是咱咧讲用这个真出力的一个工作啦吼，伫这个所在。好，14在讲首领甲审判官，这是另外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啦吼。审判官这个审判的权柄吼，伊伫遮咧讲首领啦吼，另外一个解释讲是首领。伫做首领的人才会当有审判。咱会若讲到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去了后，伊的丈人就会甲伊讲，你安尼管理吼无科学啦吼，你逐个人拢来找你吼，你无偌久你就烧甲拢无法度吼，你着爱分啦吼，爱分。所以所有的人拢来找伊来做审判、做判断，所以伊叶忒罗就教示伊，就爱分
副长啦、50副长啦、100副长分级来管理安尼吼。所以因的领导者本身也有一个审判的权柄伫咧，这是附带的物件啦吼。所以意思是讲，什么人设立你来管理我吼？这有无共款删除的意思，就是讲，虽然你是埃及的王子，什么人设立你来管阮希伯来人，有小可袂爽快的迄个意思。佮另外一个是看到摩西昨拍死埃及人，这伊就感觉足奇怪。你埃及的王子拍死恁家己的人，吼，你佮要来管阮两个冤家，甲你有啥物地带吼？可能有即种的情绪伫迄个内底，伊甲伊质疑即两项代志，审判官吼领导者，这个到尾摩西拢正做以色列人的即两个职分啦，吼，好，咱来看创世记26章第5节的经文啦，吼，煞来甲亚伯兰讲，我受委屈拢是你害，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伊一个知影家己有身份，就看轻我，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这个就是迄个判断，吼。共这个义军啦，吼，共这个义军，所以意思就是讲，你想要来做公亲吼，迄个人咧质疑摩西，门都没有啦，你毋是啦，吼，啥物人，互你这个权柄安尼吼。了后伊甲质疑讲，你是要杀我，亲像进前一天你杀死埃及人的代志吼，所以摩西就紧张，因为伊就知讲，伊杀死人的代志，互人知。既然这个人会讲出来，就表示讲，这个消息伫迄个群体中间咧传吼，咧传伫遮伊就开始想讲，即马这惨吼，这个法老王嘛一定知影的吼，所以若安尼是伊就爱想办法，伊的办法就是逃走因为法老王要甲伊追杀吼。埃及的兵对法老王来讲是非常重要，你若出去战争拍死就杀死就算了，但是伫个国内咧管理这个奴才的中间去互杀死，对法老王来讲，这是一个权柄的挑战吼。所以法老王当然爱去追杀这个杀死伊的兵的人，结果无拍算是伊的查某囝的收养的囝摩西吼。好。15节就看见摩西伊决心离开埃及，去到伫米甸的旷野，住伫遐啦吼。摩西是毋是自开始就一定要走去米甸的旷野？咱会先画一个问号啦吼。伊真有可能伊毋知影伊要走去倒位吼，但是这是上帝的计划，互伊去到伫迄个所在。去到伫迄个所在。就是上帝调过伊安排伊第2段的训练的一段时间，甲迄个所在吼，甲迄个所在。好，我互咱看一个这个部分啦吼。埃及伊住伫这个所在吼，伫高山地遮吼，伫咱即马地图云雾这中遮。伊伫这个所在拍死埃及的兵啦吼。然后逃走，照伫即个路线来讲吼，咱注意甲看吼。我用安尼吼，即条绿色的写一个1的即个，就有可能就是摩西逃走的路线，来到伫即个所在，这是米甸的旷野，吼，这是米甸的旷野，吼。这第4、第2就是个另外吼，大概知影，伫即个圣经的注解内底。地图主干内底有写着即个吼，出来记第11第2章第11节即个所在摩西逃走去到即个祭司吼亚铁路的所在遮吼，就是行即条路啦吼，就是行即条路吼，来互咱知一下吼。好，去到伫米甸的旷野，第一项代志伊就伫古井边啦吼。为什么要去到古井边？咱倒转来看即个地图啦吼，咱若有机会去看到空拍的也是卫星的地图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即内底虽然有一寡河流吼，即内底拢是旷野沙坡啦。所以伊来到伫即个所在了后，伊就真需要
有水通啉啦吼，所以伊会去伫山坡咧行吼，下一个休息的地方一定是爱找着绿洲啦、古井啦，安尼伊才有法度去生存吼。所以伊这是人住即个所在，有通好有水通好啉，有精生嘛会通啉水，这个是一个生机吼，但是嘛是是非之地吼，因为你有这资源就有人相抢吼，这就引起战争的所在吼。好，16节甲咱讲着缅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无有后生吼，因拢去饲个雇羊啊，着爱去抢水来饲因老爸羊啦吼。去到遐呢，其他的雇羊的人着来，来甲因欺负，看因拢是查某囡仔吼。摩西即个时阵就迄个伫埃及迄种仗义的身份佫出来吼，正义的使者佫来吼，也是嘛是因为这个个性，所以杀死这个埃及人啦吼。好，这个查某囡仔因为摩西的帮赞，所以因会当提早倒转去伫厝里，入去伫厝里了后，叶忒罗就问因的查某囝讲，你是安怎今仔日遮早转来？伊就讲有一个人吼，伊安怎介绍？伊讲伊是埃及人啦吼。为什么讲伊埃及人？有可能伊的讲话腔啦吼，嘛上介有可能的是伊的穿衫啦。你若是埃及的王子，伊来逃走，伊所穿的衫，经过遮尔久的时间，行旷野沙坡，真有可能拢真阿惨、真破烂，但是迄个质料甲迄个形式，一看知影讲伊是埃及人啦，吼，所以迄个衫有可能是安尼，所以这个叶忒罗的查某囝就甲伊老爸讲，这个埃及人吼，甲阮帮忙，所以阮今仔日会当较早转来安尼吼。好，伊伫遮咧甲讲解求了，你知影伫中东也好，犹太人也好，因对住出外的人，也是讲对因有恩的人，因拢会足热情来招待啦吼，会足热情招待吼。咱知影耶稣基督搁活的时阵，去甲伊学生行路，伊学生嘛真热情，甲伊留落来食饭吼。阿伯拉罕拄着3个使者经过因兜，伊嘛真热情，甲伊留落来，搁做面请因食饭安尼吼。所以特别是即个摩西帮赞伊的查某囝无叫人欺负，搁来饲遐羊，互因较早转来，对伊来讲是一个恩情啦吼。所以伊邀请摩西来上桌，毋但上桌尔，嘛坐上座啦吼。了从伊的查某囝西坡拉来匹配互摩西，然后就结做夫妻，搁生囝吼，意思讲伊寄较伫外邦安尼啦吼，寄较伫外邦。好，了后圣经讲要甲追杀的埃及王死吼，然后上帝搁听到这个以色列人哀叫的声啦吼，所以上落尾23节到25节就咧讲着，上帝听见希伯来人的祈求吼，所以虽然追杀摩西法老王已经死，但是呢，这个互希伯来人做苦工的代志，却是延续啦吼。所以希伯来人伫遐海产，上帝听着啊。那较特别的是第3点吼，我写这第3点是讲，互上帝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啦吼。我要听人解说讲吼，你看上帝袂记日伊的约定啦吼。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啦吼，这是一种的形容的方式啦吼，也是讲搁一届来强调着上帝记得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吼，来表达上帝事实上是关心以色列人啦吼。大概伫第2章差不多讲到伫即个所在安尼啦吼。咱就看着讲上帝伫摩西出世的事件顶悬，我认为真幽默啦吼。就是咱知影
即个法老的查某囝，即个公主，伊的老爸发落命令，爱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因就无法度伫厝里生存啊。结果透过即个法老的查某囝，甲摩西捡起来，单甲送转去因兜，互伊合法伫遐长大。毋但安尼，阁用法老的钱去养饲摩西，吼。这是上帝足特别的一个做法啦，吼！啊，伫迄个所在也互摩西入去伫迄个埃及的王宫内底受训练，吼！啊，这个训练当然咱大家知，就是伫政治军事顶悬的训练，吼！伫大概是这方面。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去到伫这个米甸的旷野，吼。好，好，啊，讲到这，有啥物问题无？我来回应牧师头拄讲迄个第二页遐吼，讲迄个公主是安那来辨识出摩西是希伯来囡仔吼。我是认同牧师所讲那个，可能就是因为犹太人吼，还是讲希伯来人吼，迄个时阵叫希伯来人吼。囡仔是第8天就定甲累嘛吼。这个理由吼，所以伊认出讲伊是迄个叫做。这个叫做希伯来人的囡仔吼，我会安尼想是讲，我捌看过一寡迄个叫做册吼，伊有写着讲就是讲你是我的血人有无？咱头拄牧师有提着讲西坡拉迄个代志的时阵吼，伊迄个人，因为咱会感觉看迄个大家迄个所在，咱会感觉做戆影的，就是讲奇怪，都明明上帝你找摩西要去拯救迄个以色列人啊。就是迄时阵的希伯来人嘛吼，为怎样你搁要甲杀？你就是矛盾啊！要送叫伊转去，搁要甲杀死吼。结果伊的太太西坡拉怎啊甲迄个两个囡仔吼，甲伊叫迄个加甲类嘛吼。甲伊迄个羊皮吼，就是伊甲咧挂起来迄个皮吼，迄个包皮迄个皮吼，甲等伫咧摩西骹啦。骹伫迄个因的解说是讲。骹是有可能就是伊的迄个性器官迄个所在，就是用迄个所在吼。所以伊有一寡圣经学家是安尼会认定，就是讲，因为摩西是逃亡到伫米甸的旷野，所以伊其实伊无啥物物件好正做伊共，敢若要娶某的迄个聘金啦吼。因有讲着迄个时阵伫遐的所在风俗是讲迄个查甫的要娶某的进程吼，要娶某的进程。爱互岳父甲伊割包皮，讲缅甸这个所在，迄是因这个学者咧安尼讲吼。所以就是变做讲，若安尼就是摩西就已经割包皮啊嘛吼，就是讲已经割离啊，所以当然就无好叫迄个无说无迄个嘛。这个代志当然到尾伊生囡仔了后时阵，摩西有可能伊捌表达过。毋茫讲会当伫第8天甲伊行甲咧，但是伊是无聘金无啥，爱去经寄人篱下，敢若互招的安尼。所以你会看到讲伊拢去外口咧共雇羊嘛，根本就无啥物伫厝内底无啥物权利就对啦。所以因绝对袂稳准的嘛，因为认为讲到底要结婚的时阵，才互丈人来割包皮。因为伊若讲伫咧丈人咧割包皮的过程当中吼，迄个男性表现出来是一个安尼足惊足迄个时阵，迄个查某会讲会当免嫁就对啦，讲安尼这足无胆的吼。所以这会当免嫁安尼吼。所以因为安尼有可能就是造成变做讲迄个伊的囡仔无割包皮，无迄个无行甲咧。所以当因到伫迄个旷野要转去的过程的中间吼，上帝要杀的时阵吼，迄个时阵，这个西坡就知影讲迄个进前迄个摩西捌要求过讲吼，爱甲囡仔结甲咧，因为要转去了，你一定爱。咱全家拢爱是归伫迄个圣神的，叫归伫神归圣嘛。你爱一定爱共款拢总是甲迄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讲希伯来人，拢爱共款的迄类嘛。结果你家己做无够你家己囡仔都无迄类啊。所以西坡拉意识到，所以无你来讲奇怪，你那迄个文章看起来，那会当顿着安向西坡拉然后向去甲伊的囡仔割离，然后把迄皮给丢在那个摩西的那个性器官的附近吼。这是迄个圣经旧约的圣经家，这个应该是迄个较早华神有一个老师，即马走咧西班牙做院长吼，就是胡伟华老师吼。伊特别有安尼，我捌一摆听即个伊的演讲的时阵，有对即个问题有安尼会说明啦。即嘛是提供
做参考啦，因为这拢是圣经学家因的迄个做推测，也是讲因照迄个时阵的风俗啊来写出来的物件吼。这个但是安尼是感觉讲还蛮合理的，讲会当讲奇怪，上帝哪会要去甲伊？你明明叫摩西倒转来，佫伫半路要甲抬，然后伊的太太的反应是安尼，割是割他小孩子的啊，所以安尼的时阵可能讲起来安尼，甲风俗甲整个古晋东的文化可能会比较符合。过来就他牧师讲就讲，因为摩西都已经已经有割礼了嘛，埃及人他们是不做割礼的啦。还是讲这个做罗马人伊嘛不割礼啊，因为伊讲这是割礼，就是变做是讲是无完整安尼嘛，所以这有可能他拄啊，这个胡伟华老师以这种的想法，这种的推测，也许也是可以比较看起来，敢若也蛮符合迄个做迄个经文中间的迄个安尼一步一步安尼演进的迄个看法啦。这是提供互咱做参考，无一定讲。大家都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看法，因为这个嘛是甲真理无绝对的关系。是以上。来，我甲圣经互咱看者吼，这个部分啦吼，其实摩西有受割礼无受割礼吼，争论蛮大的啦吼。当然，你按照这个希伯来人的文化，第8天一定要受割礼吼。咱注意甲看，拄则牧长老有甲咱讲，这个伊的太太吼，西伯拉甲伊的囡仔来行割礼，伫遮吼，来行割礼，然后甲迄个血羊皮弹伫迄个摩西的骹前，伊讲你真是我的血人吼。一项代志确定的，就是讲摩西的囡仔，亲像拄则牧长老讲的。无伫第8天受割礼啦，这个时阵已经大汉啦，所以咱就知影讲，伫缅甸的文化中间，因无第8天受割礼这项代志，这是真确定的。摩西是安怎有受割礼无受割礼，有遮尔大的争论，有遮尔大的争论。就讲24节遮，有人去甲解说讲，就是因为伊无受割礼。所以上帝要甲抬，因为伊无照希伯来人甲上帝的契约，特别是对亚伯拉罕主张安尼的人，毋是无理由吼。迄个理由介清楚，囡仔受割礼敢袂哭？迄个时阵就是讲，所有的囡仔、查甫婴仔拢袂当活咧啊！你头老，你搁第8天搁甲做割礼安那？要爱互知伫即个政治的背景的内面，敢有可能当无受割礼？嘛足有可能啦，嘛足有可能。另外一派就是拄则咧讲华神因的解说，就是讲，因为伊有受割礼啊，所以去到伫即个伫缅甸遮吼，无下因的风俗到伫遮伊才去处理即个物件当然，我想这。真正甲真理无啥关系啦吼，大概咱知影一个，因有即种的风俗的问题伫迄个所在。即个公主其实要辨别讲，是毋是希伯来人的囝，其实有足侪角度会当去分辨啦吼。包括我讲，埃及人没有这个问题啊，只有希伯来人才需要安尼，甲囡仔放水流吼。互别人捡去，会当活就活吼，莫伫因的身躯边就好安尼吼。这足有可能因为因要都市，因毋甘愿嘛，毋甘嘛吼，所以放水啦，互因上盖无搁有一个跋一个讲会当生存的机会这个可能性安尼好，多谢文牧长老。搁有无？我回应就是讲囡仔无哭，我看袂当做基准。因为查某囡仔嘛会哭啊。当然啦。系啊，所以用这个可能就较无讲常情来讲啦。所以囡仔到底若讲第8天行到会哭查某囡仔嘛是会哭嘛。所以这个可能觉得是比较不是那么强烈的那个意义啊。好，谢谢。
各无有问题无？上帝有当时伊诶计划，足出乎咱诶意料之外啦吼。不合法的变成合法，啊，自己要承担的变成公家帮他承担哦。那是摩西成长的一个背景吼。犹太人、希伯来人家己无法度训练军事的这个能力去互埃及家己训练吼。这种是上帝足奇妙的一个作为啦吼。但是伊诶认同就足清楚，就是希伯来人是伊诶兄弟安尼吼。大概这是即章较重要诶一个部分安尼。佫有问题无？好，安尼，若无咱请朱云长老带咱来祈祷结束好无？好，咱真个来感谢，谢谢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这拜五这个时间，会当透过牧者，互阮来透过出埃及记来探讨这出埃及记的经节。主，阮感谢你，透过摩西的经说，互阮知伊承受对上主的这责任，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个重大的责任。阮也看见伊一世人。伫上主会带领下面，会当互伊成做一个上帝一个真正真忠的奴仆。主，阮感谢你，会当互阮透过安尼的学习，会当互阮每一个人，佫会当尽心尽力来成做主你好的奴仆，来做主你的工。主，阮感谢你，今日互遮做油饭的团队。拢会当真正顺遂，甲遮油饭来完成。主，阮感谢你，感谢你来带领，感谢遮同工的付出。主，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帮助阮，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出阮家己的气力，尽心尽力为着圣殿中间的事工来努力。主，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免，多谢牧师，多谢。无牧着拜三有偌济人？拜三晓，